他們與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見鍾情的豔遇。父王，給，這是什麼？哇，好漂亮的金面具啊！不過，這實在是太貴重了，倩影不敢收。倩影，这金面具是我親自設計、親自監督工匠打造的，你難道不喜歡嗎？喜歡，可倩影真的不能收。倩影，這是我第一次送你孩子東西，難道直到現在，你還不明白我的心意嗎？倩影只是卑微平凡的女子，承受不起公子如此的厚愛。这金面具，我為你一人打造。你若不收它，它還有何意義？這麼美的金面具，丟了實在是可惜。哦，公子直接給我戴上吧。好。师弟，怎麼什麼動靜都沒有啊？不知道，不過應該快了吧？吳應奇最近幾天每天都會在這個時候演出。吳應奇的大哥吳應雄是建寧公主的額馥，他們平西王府在京城也有很多的親友故舊，所以吳應奇應該會有很多的應酬。哎，應酬肯定是有，但沒準他還有什麼其他的計劃呢？師姐，我覺得三師父說的對，我們還是應該提防一下吳應奇，別被他的外表給騙了。你別提我爹了，我爹根本就沒把我當成他的親生女兒，他
他只喜歡易歡一個人。哎，你可千萬別這麼說你爹啊！三師父其實很疼你的。你還記得上次你賭氣出走，三師父在門口眼巴巴地等了你一晚上。哎呀，哦，对了，還有你臉上的傷，三師父其實一直都在為你尋找那些珍稀的藥材，為你配制那個什麼冰肌玉顏膏。還有小師妹，其實她心裡也一直覺得挺對不住你。好了，你別說了，我不想聽。好，我不說了。二公子，哎，师姐，无影姬出来了。这，走，我们跟着他。这客栈到底是要做什麼？應該是見什麼人吧。師姐，你在這守着，我跟進去看一下。嗯。跳！快跟上他们！師弟別急，只有石青紅在馬車上，吳應奇應該還在客棧裡。哎，師姐，你看走眼了，那個駕馬車的根本就不是石青紅，而是吳應奇。他們剛剛在客棧裡互相換了裝束。難怪石青紅今天一直帶着竹笠，我這居高臨下的看不清他的臉。原來他們在玩障眼法。吳應奇如此小心謹慎，只能說明一點，他在幹的肯定是一個見不得人的事兒，說不定真的跟金鑰匙有關。走。好像是在等什麼人。這麼晚了，他肯定不是一個人來這裡看風景的，必定是在等什麼人。師弟，你看，湖中間有一艘大船。想不到吳應奇行事竟然如此小心謹慎，居然將與人約見的地點定在了湖中心的大船上。樊師姐，你該不會到現在
還認為吳應奇只是一個胸無城府、只懂得琴棋書畫的文弱書生吧？可是也有可能是吳三桂的指示吧？你别再拿这些借口自己骗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师姐，三师傅那邊我可以替你打掩護，不過三師傅說的對啊，吳應奇他畢竟是賊人吳三桂的兒子，我們不可以不防。師弟，那現在我們該怎麼辦啊？放心吧，我有辦法。二公子，二公子，师弟，你可千万注意安全，万一有什麼意外，我隨時去接應。好的。二公子，坐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心里的任務，大家都记住了。记住了。既然记住了，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各位都是江湖上的英雄好汉，既然你们愿意效忠于我，那麼就按我們之前說好的規矩來。你們若肯忠於我，我保你們榮華富貴；可若你們對我有二心，也休怪我翻臉無情。我等誓死追隨二公子，永不背叛。好。吴应奇约见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我看不到舱内的情形，不过舱里除了吴应奇，大概還有10幾個人。聽他們說話和呼吸聲，個個武功高強，應該都是江湖中的好手。吳應奇有提到這些人的名字和身份嗎？沒有啊，本來在這種地方約見就已經十分安全了，可吳應奇還是十分小心，出言謹慎，連即將布置的任務都是寫在密信上的，我打探不到更多的消息了。師姐，現在你應該明白了，吳應奇其實很難對付，以前都是我們小看他了。也可能吳應奇沒你說的這麼可怕，這些江湖中人應該都是吳三桂暗中網羅的，他只不過是受他父親的指派，和這些人接頭罷了。至於那些密信，也有可能是吳三桂提前寫好的呢。不對，吳應奇絕非一隅之輩，他心機很深，好像在暗中謀劃着什麼事情。對了，那些江湖之人宣誓的時候，也口口聲聲地說效忠的是他吳應奇，而非吳三桂。師姐，我覺得三師傅說的對，你現在是被吳應奇給蒙蔽了，喪失了應有的判斷。我哪有？我只不過只是在分析另一種可能性罷了。小心駛得萬年船。不管怎麼說，我們以後跟他打交道的時候，還是小心一點吧，千萬不要利用他不成，反而被他給利用了。老大，你就別再板着一張臉了，行嗎？皇上千萬別折煞奴婢了。奴婢啊，跟皇上是尊卑有別，奴婢再也不敢冒充什麼老大，冒犯龍威了。
朕知道你心裡還在生朕的氣。没有，奴婢在皇上面前只是一只小蟑螂。哦不，奴婢就是一只小臭臭。只要您龙族一抬啊，就能把奴婢剁个稀巴烂。是吗？那你昨个还骂朕是个骗子，不仅是个骗子，还是天底下最大的骗子！你还撕了朕的檀香古扇。奴婢得了失心疯了，求皇上治罪，奴婢罪该万死。老大，你就別再和朕賭氣了，好嗎？你以為朕不想殺盡貪官，整頓吏治嗎？朕想，朕做夢都想。可是朕這個皇帝也不是萬能的。太皇太后說的對，這朝中的事情很複雜，沒那麼簡單，不能操之過急，否則只怕打虎不成反被虎咬。朕只能徐徐圖之，你要體諒朕的苦衷啊。二公子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该赶路了。再等一会儿吧。叶姑娘和叶少侠一定是在京城寻到了亲人，想必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滇都了。咱们还是赶快赶路好了。来，二公子请。倩影，倩影，叶兄弟，二公子，二公子，我还以为今生再也見不到你了。所以說這就是緣分。我們原計劃在京城投親，但找了許久也沒有找到。聽說是以前搬到外地了。我本想在京城找一家鏢局落腳，但是我妹妹一直拉着我，讓我來投靠二公子。不知二公子可否收留我們兄妹二人？這還用問嗎？求之不得啊！請。來看一看啊，都是自家做的，帶一個回去吧。看一下這個。真沒想到，滇都不僅有京城的繁華，還有京城看不到的民族風情。對啊，其實滇都啊，還有很多好玩的地方。等我這次見了我父王之後，我帶你們再好好逛逛。你爹是不是很兇啊？我父王平常是個不苟言笑的人，因為是軍人出身，所以總是有點不怒而威。說實話，我每次見到他呀，我心裡還會發怵的。但是他人還是很好的，尤其是對我和我娘，他心裡啊還是很疼我的。天下無不是的父母。平西王雖然在世人的口中頗受爭議，但我相信他一定是個疼愛兒子的好父親。對啊，倩影，你真是善解人意。二公子辛苦了。王爺有命，要二公子一回來，速去復命，不得耽擱。好，我這就去。葉兄，倩影，我娘和我喜歡清靜，所以自行冠禮之後，我娘就隨我搬出了王府。這樣甚好。倘若真是平西王府的話，只怕我們兄妹二人還不敢踏入了。吳嬤嬤，這位是葉兄弟，
葉姑娘，你要為他們安排最上等的客房。二公子放心，昨夜接到消息，我就準備好了，一切用度都安排了最好的。哎，对了，让你準備的藥材，你準備齊了嗎？大多都準備好了，都是雙份，但唯有一味雪肤草只找到了1份。倩影，你看，為你調製藥膏的藥材，咱們可找齊了。可是，皇上命你把1份藥材送往京城，這雪肤草卻只有1份。皇上那邊啊，咱們再想辦法。當然是先給你找齊了藥錢。葉兄，倩影，我還有要事，就無暇陪你們先拜見我娘了。你們先到府上安頓，有什麼需要的就跟吳嬷嬷講，等我晚上回來，再給你們接風洗塵。二公子且忙正事要緊，不必以我們兄妹2人为念。这二公子连衣服都来不及換，看來定是有要事。葉公子，葉姑娘，請。葉姑娘，請。叶姑娘看看，还有什麼短缺的？哦，沒有了，都挺好的，有勞了。那葉姑娘且先安歇，我再去葉公子房裡看看。奴婢望月奉主母之命來請葉姑娘一見。你家主母是？我家主母是平西王側妃，二公子的娘親。请。平西王侧妃就住在這裡嗎？我家主母喜歡清靜，葉姑娘這邊請。主子，葉姑娘來了。民女葉倩影拜見王妃。不必多禮，看茶。是。想不到二公子的娘親如此年輕美貌，優雅端莊，也只有她這樣的娘親，才生得出二公子那樣的兒子吧。我琪兒在家書上說，葉姑娘是她新結識的朋友。并且是她的红顏知己。琪兒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驚險，多虧了葉姑娘屢次搭救，我心裡好生感激。王妃言重了，二公子吉人自有天相，我不過是略施以援手罷了。葉姑娘，你雖說是江湖兒女，但是性子卻溫柔和善，落落大方。我一見你，心裡就好生歡喜。葉姑娘，你還是第一次來滇都吧？你且安心的在我府上住下，等我琪兒忙完公務，讓她帶你四下好好逛一逛，好好的領略一下滇都風情。多謝王妃。
孩兒不敢有所隱瞞。當初父王要孩兒運送永曆帝的遺物進京，孩兒在登記造冊之時，曾看過一眼這把金鑰匙，但是也並沒有十分留意。後來與山西總兵舒建會面之時，舒建特意將這把金鑰匙貼身收藏，兒子也只是遠遠地看了一眼，對這把金鑰匙的印象也並不是十分分明。後來父王命密使從舒建那奪回金鑰匙，那密使也是直接帶走了金鑰匙，孩兒也就沒有機會再見到。所以您要問孩兒，這把金鑰匙是不是當初的那把，孩兒也不敢確定。你这話說的是真的？那這把金鑰匙？假的。假的？那真的呢？不知道，下落不明。那父王真是大意失荆州啊！当年绞杀永历帝时，父王就见他镜中带着一把金钥匙。当时我虽懷疑永历帝如此貼身之物必定十分貴重，但我卻猜不出它究竟有何用途。所以，當朝廷要父王將永歷帝遺物全部押送進京時，就沒有將它扣下。父王，您是什麼時候知道這把金鑰匙的用途的？10多年前，父王绞殺永歷帝以後，就已經成為朱明聯盟必殺之而後快的第一人，所以父王就在朱明聯盟裡安插了內線。在你們押送永歷帝遺物進京後，我才從內線那裡得到了消息。當年崇祯皇帝意識到大明江山危機時，就將宮裡的寶藏隱藏在一個秘密的地方，然後繪制了一張藏寶圖，藏在了一個銅匣子裡。除了藏寶圖，這銅匣中還藏有各地朱明聯盟成員的潛伏名單。所以這把金鑰匙就是開啟那個銅匣子的。不錯，打開這個銅匣子的金鑰匙一共有3把，3把必須同時打開，否則就會破壞機關，毀掉銅匣子裡的藏寶圖與名單。孩兒辦事不力，沒想到這把金鑰匙有這麼特別的重要性，孩兒竟然讓它在眼皮子底下被人掉了包。父王可以肯定，你出發時帶走的金鑰匙那是真的，所以一接到密報後，父王就立刻派人快馬加鞭通知你換下金鑰匙。沒想到還是晚了一步，等我的人趕到時，金鑰匙已經落到了舒建之手。沒辦法，我只好命人假扮劫匪殺了舒建，劫回金鑰匙。可這把金鑰匙已非是當初父王給你的那把了。孩兒辦事不力，請父王降罪。琪兒，現在不是談責任的時候，你要仔細想想，這一路上除了你和舒建之外，還有沒有其他人也接觸過這把金鑰匙？這，琪兒，莫非你想起了什麼？父王，孩兒將押送過程想了又想，實在沒發現是哪個環節出了什麼問題。琪兒啊，你這次京城之行十分辛苦，父王啊，對你非常滿意。我已命人將給你的賞賜送到你的府邸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。若是想起什麼，再回來告訴父王。是，孩兒告退。
千阳，千阳，怎么样？在这儿住得惯吗？要是缺什么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。你娘给我送了好些衣物、玩物和金银首饰，现在我什么都不缺了。那就好。二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好像脸色有一点不好。没什么，就是今天去交差时，被我父王数落了一顿。你一路上这么辛苦，你父王为何还要训斥你啊？还不是因为永历帝遗物里的那把金钥匙。什么金钥匙啊？千阳，你还记得吗？永历帝遗物中的那个首饰盒里，有一把金钥匙。当时你打开盒子看，还有东西掉在了地上。你捡起的东西里面，就有那把金钥匙。是吗？我不记得了，只记得那些东西掉在地上后，我就一股脑的都将它们捡回了盒子。莫非是舒总兵从永历帝遗物当中拿出来戴在镜上的那样东西？难不成就是那把金钥匙？不错。后来书剑遇刺，那把金钥匙也不知被什么人掳走了。我父王为此責怪我，说不好向朝廷交代。哦，这书剑遇刺一案，皇上已知道是山西巡抚刘德昭所为，那金钥匙应该就在刘德昭手上。如今皇帝已判他下狱，那这金钥匙就应该在皇帝手上。你父王不过是责备你几句罢了。我还是第一次外出办差，没想到办成这样，我心里很是自责。英奇，对不起，是我盗走了金钥匙，不过我盗走的也是一把假的。就算我告訴你實話，你只怕也不會相信。時候不早了，早點歇息吧。二公子，這是什麼？這是為你調製好的冰肌雪膚膏。既是我承諾過你的事，就一定會為你做到。英奇，對不起，對不起。
王爺，二公子一路押送永历帝遗物进京的事情就是这样。您还有什么疑问吗？石青红，这一路上有没有察觉二公子有什么可疑之处？这倒没有。不过，自从二公子见到了叶倩莹以后，好像很喜欢这个姑娘。叶倩莹和他哥哥叶默生路上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吗？卑职觉得这兄妹二人很神秘，不仅武功高强，而且行踪难测。说具体点儿。永历帝的遗物在交给山西总兵舒建之前的那个晚上，本来是放在二公子房间里的。可是那天夜里，二公子曾邀请叶姑娘到他的房间里面挑灯下棋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那叶氏兄妹跟我们说，他们要到京城去投亲，之后又来找二公子说亲人没有找到。卑职觉得，这也是疑点。你先下去吧，好好看着叶氏兄妹，一旦有动静，随时来报。卑职遵命。二公子，王爷问我话的情形就是这样。好，对我果然忠心。这是我父王赏我的，现在他们都是你的了。这太多了吧，卑职不敢收。怎么？我父王说的话你就听，我说的话你就不听了？卑职不敢。老实啊，自从我父王把你调到我身边，我就知道你是来干什么的。二公子，卑职虽然效忠于王爺，但自從到了二公子身邊，從未在王爺面前說過您半句壞話。我知道，要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。二公子，這話什麼意思？如果我沒記錯的話，你還有一個名字，叫傅恆波。你怎麼知道？我不僅知道你叫傅恆波，是曾經伏虎山的山大王，我還知道你曾經襲擊過我父王的糧隊，還偷襲過我父王。我父王左肩上的那道箭傷，也是你的傑作吧？後來看我父王在雲南的勢力越來越大，就改頭換面，化作石青紅，投靠了我父王。既然你什麼都知道，為什麼不揭發我？哼，那是因為你對我還不錯。石青紅，我就問你一句：我和我父王之間，你更願意效忠於誰？卑職更願意效忠二公子。哼，好。那麼從今天開始，這個世界上沒有傅恆波，只有石青紅。吴應基既然已經開始盤問金鑰匙的事情，顯然是對我們起疑了。我想，我們必須趕緊撤了，不然只怕走不了了。不行，我們的任務還沒有完成，不能就這麼半途而廢。吳應奇雖然對我們有點起疑，但沒有說破，反而送了我冰肌雪膚膏，這說明他沒有任何證據。如果我們就此撤離，
反而坐實了他對我們的懷疑。好，那我們就再觀察一下看看。不過如果形勢不對的話，我們只能放棄任務，先撤離再說。生人竟敢闖平西王府！你没想到吧？一路上与你朝夕相處的葉倩影和葉默生都是朱明聯盟的奸細，他二人根本不是兄妹，而是師姐弟。葉倩影本姓樊，應該叫樊倩影，他爹就是前明御医樊离。他们与你的相遇根本不是巧合，更不是你和一个女人一見鍾情的豔遇。父王。把叶氏兄妹给我擒了，拿回金钥匙，你就还是我吴三桂的儿子。